中华赖和文教基金会举办读册会活动，让学员了解赖和的作品为什么有诗民诗句的批评，甲对土地关怀，让民众对赖和的文学作品当中了解当时的台湾甲社会。务毋是饱咱食咱，家伙乃愈来愈大。学员读的是赖和1926年左右写的《互会》的内容，讲述当年文化协会想要推动文化运动，但是却得不到部产阶级的信任。赖和利用火车来对话，点出无共阶级的分歧。赖和文教基金会为着让民众更加认捌赖和所写的台湾，特别举办读册会活动，安排无共主题的文章，让学员互相讨论。看到伊的文章里面，知影伊关心的百姓迄阵啊当时的生活，看到讲因为伊进步思想一面。以前的人打拼，想要爱的幸福时代，啊，毋过即摆的人无一定会珍惜，还是讲无一定会知影讲我享受的所有的自由啊，甲民主啊，有当时有足侪牺牲。读册会这节课的主题是新文化协会，有赖和的五人、阿树、互会、增进4篇文本，阁有陈翠莲老师的自地之梦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读册会活动，勾画民众甲文学的距离，为文学熟悉台湾历史。虽然讲这是100年前的社会事件，还是讲文章，但是咱咧读的时阵，嘛是会想着家己的人生发生过的代志，所以这个读册会嘛是要让大家知影讲，文学就是和咱生活生命就是真活的代志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读册会学员拢是来自无共年岁职业的民众，共同用文学来认捌台湾这块土地的历史。嘛，毋望大家毋若读赖和，可当透过互相交流分享，关心身躯边当日发生的代志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